检查结果就是你的脑部长了一个瘤子，医学术语叫做脑胶质瘤。脑胶质瘤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一种颅内结瘤，现在已经向恶性扩散，就是通常所说的癌症。我不可能得癌吧？我之前做过检查的，状况都是好的，没问题啊。恶性脑胶质瘤体积小，潜伏期短，一般也就是2-3个月时间就会发作。你的瘤子体积小，但是位置很深，周有很多的重要结构。如果手术的话，会非常危险，几乎不可能成功。那没别的办法了？这样吧，我帮你留意一下。按照一般临床经验来看，即使有治愈的可能性，也会有后遗症，就是脑部神经受损。毕竟是脑部手术，里面很多神经是粘结在一起的。如果是后遗症，或是手术有什么不好的结果的话，会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比如说局部瘫痪，或者失明之类的。那如果我不接受手术，或是不接受任何治疗的话，我还有多少时间？乐观估计，也就是半年左右吧。还想吃什么？我再买给你。这么多啊，够了。依然说过，女孩子啊不能多吃甜食的。少宇帅哥啊，你怎么想到下午来看我啦？我想依恋了。你想我了就可以随时来看我啊。是啊，我现在不就来了吗？好吃吗？还行吧。要求还挺多。依恋啊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说吧。你跟依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对依然来说呢，你是最重要的人。而在我的生命中呢，你跟依然就是最重要的人。我心里边特别想一直守护在你们身边，去好好照顾你们两个。你现在就一直在我们身边啊。少宇帅哥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没事。那我问你啊，我如果不在你们身边了，你会不会想我？我还有天乐呢。我要你呢对我好，也要对依然呢更好。我要让你天天让我们开心，这样呢我就会天天想你的。可是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，以后不能经常在你们身边了。以后就不能送我去上幼儿园接我放学吗？
以后就不能和我一起玩拼图，给我讲小王子的故事，让我骑在你的肩膀上骑高马吗？不能了。那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。骗你的。先生你好，我们店里动画片就这么多了。谢谢啊，款台在哪儿？款台在那边。你的脑部长了一个瘤子，医学术语叫做脑胶质瘤，现在已经向恶性扩散。如果手术的话，非常危险，几乎不可能成功。即使有治愈的可能性，也会有后遗症，比如说局部瘫痪，或者是失明之类的。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没钱我也会很快乐。你的脑部长了一个瘤子，叫做癌症。你也来一口啊，来一口。我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哎，在这儿呢。累了吧？来，快坐这儿。还行。抱给我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煮了银耳莲子羹，我盛给你啊。好。买了这么多动画片啊？啊，正好刚刚路过音像店，知道依恋爱看动画片，我就多买了几张。是吗？这依恋要开心死了。是啊，来尝尝我为你精心熬制的银耳莲子羹。我自己来吧我。为你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好甜啊！再来一口。好喝。我还在想呢，等过2天咱们俩串休一下，带着依恋去郊区玩一下吧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放松放松。就这么定了。对了，你买这蜡笔小新啊，太对了，依恋特别喜欢看这个，然后他还老跟我演嘛，说妈妈妈妈，我总觉得我肚子里面好像有100只大象，不啦不啦的跑过。他演的特别好。到时候我们3个一起看。